桃园市目前是有12栋的社会住体哦，因为常常拢有住户怨叹分泌的问题。市政府对8月初开始要来提悬食薰违规记点的点数，只要违规3届食薰哦，就可能就要搬走咯。 社会主体小寡涂骹清楚表示，本场所内禁止食薰，不过也是有住户违规伫大厅、停车场、电梯等等的公共区域违规食薰互掠，因害也是一般社体住户抗议上侪环境污染的问题。 大部分的住户都是蛮不能够接受二手的，而且尤其是住户有一些比较守规矩的，他们会到户外来；但是不守规矩的，他们还是会在室内。 主体发展处表示，桃园12个社体拢已经全面禁薰，也定违规记点的机制，目前以可控为主，记点为辅。只是要抓到违规也真无简单。不过，食薰违规的行为常常互人投，会伫截至公告提悬违规食薰记点点数8月初1实施。抽烟的点数从原先每次10点更改为第一次10点，第二次以后30点。 那累积60点以上就会终止租约，强制他搬离社宅。这样的规定很好，就是在这里散步活动的时候，至少不会吸到二手烟。针对违规记点，主体发展处进一步说明，若是欠租、噪音、食薰等等违规，拢会予记点。各种违规累积60点，就强制搬走。甲食薰违规记点提悬了后，未来只要互掠到3摆，就会强制甲因搬出去社会主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